请看周报。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我们请秦妹长老来跟我们报告走春活动。弟兄姐妹平安。下个礼拜天我们在主日礼拜后下午1点半将会举办今年的走春活动。大家一定觉得好奇怪哦，现在都秋末了，怎么还走春呢？的确，因为这是我们每一年就是例行我们都会在初春的时候有一个大家一起聚，然后走走那种的活动。可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一直延到现在秋末了终于从岁首到年终快要结束了，我们要把这个活动来把它完成。所以呢非常简单，这次呢也不用比赛也不用做什么，就是我们在下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半。然后我们在士林桥河滨公园的士林桥的桥下那边集合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一条今年的2020年的走春的小毛巾这个作为纪念，因为上面有印2020年嘛所以今年一定要拿到拿到了以后才不会过期那我们领到了之后呢，大家就一起相约走在河滨公园上面散步，然后呢一直走到哪里去呢？都可以自己决定你愿意走到故宫，愿意走到中影，甚至也可以转个弯到士林官邸去欣赏菊花展，1年1度的菊花展都可以。那就很快乐的3、5好友、亲人朋友相约，然后走一走以后，还可以去喝个下午茶。这样很快乐，对不对？好，所以希望下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半，大家吃完午饭之后，可以到士林桥的下面，跟大家兄弟姐妹、好朋友们一起相聚，领好了我们的走春小毛巾，我们就可以开始三两两的很悠闲的来进行秋末的走春活动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这个活动，谢谢大家。谢谢前面给我们报告。我们感谢主赐下生命的话语给我们。我们今天的金句一起来诵读2次。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感谢上帝，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哥林多后书2章14节，感谢上帝，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并借着我们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请会众站立，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神，荣耀的君王，尊贵的主，我们敬拜赞美你。你知道我们的卑微和软弱，明白我们的缺乏和需要，也了解我们的亏欠和失败。你察看我们的举止和言谈，也深知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更晓得我们的心态和动机。但主因你的慈爱，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这个礼拜平安地度过。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主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因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得以重生。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过，使我们能够脱离撒旦对我们一切过犯的控诉。我们当歌唱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主，你赐下圣灵陪伴我们，安慰我们忧伤痛悔的心，领我们度过漫漫长夜。虽然我们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们深知你掌管明天。感谢主，你赐下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生命的方向，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生学你的样式，行你所喜悦的道路。主，你是所有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愿你的权柄临在每个国家元首，让每个君王都匍匐在你面前，承认你是主，你是王，使万国都能归向你。
求主怜悯我们的国家，是给我们国家的掌权者有智慧，以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与神同行的心，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让台湾能受到国际的重视及公平的对待，并且能够顾念一般百姓的需求，特别为民中困苦弱势的人来行公义。祈求天父，若兄姐中有病痛的，求你医治；忧伤的，求你安慰；软弱的，求你加能力；疲乏的，求你加力量。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行走你的道，也不疲乏；奔走你的路，也不困倦。求主纪念今天不能来到圣殿敬拜你的人，无论是生病者、工作者，还是远行的人，求主与他们同在。求主高抹正传道的口，让他传讲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有顺服的心，遵照你的旨意来行，使我们都能合乎你的喜悦。恳求主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免得我们得罪你。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接着我们以主祷文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感谢赞美主。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来向耶和华呼。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是的，主耶和华，我们称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称颂你的名。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让我们开口来称谢赞美。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当感谢他，称颂他
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哈利路亚！主感谢你，主赞美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主你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父上帝。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专理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复生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复生，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专理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啊，我们
教会是属于你，我们要回转向你，我们渴望转离所有的恶行，求你怜悯医治我们，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的全能的君王。感谢上帝，你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耶稣基督，荣耀父神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耶稣基督，荣耀父神彰显，救赎真光，万国的盼望。你的国度，宝座存到永远，唯有你配得所有颂赞。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献上尊荣，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主，我们向你献上尊荣，献上敬拜。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向你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也献上我们自己，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唯有你名被尊崇伟大，最小部落到最大国家，凡有气息都归荣耀给你。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唯有你名，唯有你名被尊崇伟大，最小部落到最大国家，最大国家，有气息都归
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献上尊荣，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献上尊荣，尊荣，给主耶稣，在万民之上献上敬拜，敬拜，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愿你崇高在全地之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你是配得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我们在这边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主，求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得着你丰丰富富的恩典。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张梦轩坐在哪边？他是永源的朋友好，欢迎你。好，谢谢你跟我们来到士林教会这个大家庭，一起来聚会来敬拜你今天我们要用感谢父上帝这一个题目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一起来看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已经看过一本书，然后他这个作者试图想要用汉字，然后来拆解，然后来分析，然后跟上帝我们的圣经故事做连结。然后他核心的目的是想要说，在这个东方或西方，不管人类的文明文化在发展的时候，都有这个上帝的启示在里面所以这个大家一定很熟，我们看到那个船，对不对？船是有8口，然后刚好跟挪亚方舟里面8个挪亚跟他太太，然后3个孩子跟媳妇，然后这样子的故事来串联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会不会觉得太穿凿附会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如果报告这样子写，有时候会被老师问说你这个根据是哪里？你真的有去研究汉字的演变的过程吗？这个汉字的演变的过程，其实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是需要很严谨的去研究分析又或者是这个“义”这个字，我们也是常常看到，它上面是一只羊，下面是一个我，然后我们就会解释说：哇，我们要舍弃我们的旧我，然后要把耶稣基督像羔羊一样披在我们身上，然后就会变成义。然后我不知道这个解释大家觉得说得通吗？我最近开始觉得上帝在任何时间，像牧师说的，没有意外，凡事都在他的意内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练习看看，我们这个礼拜6就是我们的感恩见证会，我们今天就利用感谢这个概念以前在学校有一个课程叫做系统神学，那这个系统神学就是在整理整本圣经里面一个一个的字，或者是一个一个的概念，然后我们今天就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看，到底在圣经里面讲的感谢是什么意思？它跟我们用华语翻译成感谢，到底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上系统神学，譬如说因信称义，然后这个中文我们很喜欢把它简约一点，然后以前用4个字代表这样子比较有学问，看起来字比较工整可是有时候这样子的翻译会让原来的意思变得
受限或简化，或者是在文化的转换之间会有一些变化。譬如说这个因信，这个信到底是谁的信？是上帝的信，还是我们的信？那这个信是信实的意思，还是信心的意思，还是相信的意思？哈，所以这个需要你真的不是用因信争议，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你可能要比较认真的去看过整本圣经，新约旧约，然后透过一些书籍、老师他们过去的分析研究，来帮助我们了解到底什么是因信争议。哈。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请素云执事带领我们来读。好，今天要念的经文是哥罗西书3章15到17节。你们要让基督所赐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你们还要从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这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篇、赞美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歌颂上帝。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好，谢谢素云执事哈。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哈，跟感谢有关的地方，你找到几个字？上面有一个存感谢的心，对不对？然后中间下面有一个什么？感恩的心。然后最后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感谢父上帝。好，我们猜猜看，这里面这3个感恩、感谢是同一个字吗？对我们中文来讲，不同字嘛。我们如果查字典会找到2笔资料哈。然后在圣经原文，没错，它的确是2个不同的字。所以刚刚说我们系统神学教我们，就是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你可能要比较严谨的查证哈。所以我就查了字典啦，因为我是念理科的嘛，所以我以前中文国语真的很不好，所以我想到感谢哈，因为这个月是感谢的季节，所以想到感谢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就是感谢嘛，就是谢谢嘛，那有什么难的哈？结果我一去翻字典才发现，这个谢真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哎。大家有读过谢罪这个词吧？所以谢在我们华语的文化里面也有赔罪跟认错，除了最常用的这个感谢以外，谢也有赔罪认错的这个意思在里面，谢罪。那也有新陈代谢，大家很熟吧？这个医疗保健，结果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谢是什么意思？要更新，要替代，要转换。我们不是常常去年的主题，我们说我们要更新转换，我们要做见证。这个谢里面有这个意思哎，所以在华语里面，我们的谢至少有3个意思，当然它也可以当一个姓氏哈。所以有感激，有认作，有要悔改、要更新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先记得这3个定义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那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感谢是什么意思哈？然后我去念神学院的第一个暑假，6月考上，8月就被学校接到通知说，来，你们这个暑假就已经9月才开学，可是8月就要去上希腊文哈。然后我们同学第一次见面，然后发现说考上神学院还要学希腊文哦，希腊文是什么东西啊？然后第2个学期的暑假又被学校叫去说你们还要学希伯来文还要学希伯来文，我们台语就已经学不够了，还要学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哈。可是我现在在预备讲章，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学校教给我们这个工具真的很有用。我们不是要会念希腊文，要会念希伯来文，可是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回去翻字典，可以看到，这个字原本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在犹太人他们的文化跟概念里面，上帝是怎么教导他们使用这样的字哈？所以这个希伯来文它是要从左边念过来的哈，所以这个字它是念法是头大哈，然后定义就出来了嘛，它有第一个它可以当感谢，第2个它可以当赞美，第3个它可以当感谢的祭物，第4个它可以当认罪。我想说原来感谢有这么多意思哦。那我们把第3个这个感谢的祭物跟感谢
如果把它并在一起哈，它有一点是像名词变成形容词，然后再变回来一个名词，连感谢的祭物也算在感谢里面的话，那我们简单看，感谢第一个感谢，第二个赞美，第三个认错，跟我们刚刚中文的定义有点像我们的谢罪有认罪的意思在里面哦。那对我来讲就比较不懂的就是，那为什么会有赞美这个意思哈？所以我想很久。后来我看，它有一个字根的说明哈，说这个感谢这个字哈，它更早里面有一个字根，这个字根在后面下面那边有一个亚大哈，你看它那个亚大那个是那个感谢那个字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它的字根是从这边变化来的。亚大这个字就是赞美，所以感谢是从有赞美这个字变过来的。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用哦？然后直到上礼拜我去拆中会的时候，在中会的前面有一个有一个退休的牧师他的进城礼拜哈，然后大家做礼拜，然后最后有让这个牧师上去讲话哈，他牧会40年，然后在教会在不同的教会在机构里面服务，然后他上去讲话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谢上帝。第二个感谢过去跟他一起同工过的教会，还有很多长子同工，他感谢他们。第三个，你们猜他感谢谁？感谢他的牧师娘。然后那时候他请他的牧师娘上去，然后他说：“这我爱看手哈，伊教我做会一世人服侍上帝哈。”然后大家就热烈的掌声。我那时候突然好感动。我那时候发现这位牧师他在感谢他的牧师娘的时候。是一种赞美，他是在赞美他的牧师娘，哇，才德的妇人，他陪伴我一起服侍上帝，所以我突然懂了旧约里面的这个感谢，为什么有赞美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有认罪的意思在里面。我们来看这些感谢在旧约用这个感谢2个字，大概翻译成感谢跟称谢，然后。我不知道大家读新旧约的时候，常常我们读完创世纪，还不错，很多故事。读在出埃及，有些人就出不了埃及。然后再下一个是什么？利未记，哇，第1章，这个燔祭的规定，然后烧祭的规定，平安祭的规定，然后要用什么动物，要用头生的，没有缺陷的，然后几色拉的这个什么香粉什么，哇，那读下去的时候，哇，真的到利未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可是我们整理在利未记的前半段介绍了旧约里面的5种献祭有燔祭，或者是烧祭，东西要烧掉，然后有素祭，然后有平安祭或是感谢祭，还有赎罪祭，还有一个大家念这个字怎么念？愆我去查字典，我以前都念赎眼祭其实赎愆。罪愆这个字我们比较少用，可是它的意思是什么？罪过。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新的版本把它翻成赎过祭或者是补过祭这就更简单来了解。那我们把它简单的分类燔祭就是烧牛、烧羊、烧动物。可是碰到有一些比较贫穷的人，他们怎么办？烧面粉、烧谷物。所以赎罪第一个燔祭这2个类是当你有什么样的能力的时候，你的奉献没有关系，2个目的都是在讨上帝的喜悦。那平安祭呢，是献上感谢，或者是过去他们也有还愿的这个概念，是一种甘心乐意的奉献。那这一个平安祭的话，烧的话是会有把它分成3部分一部分是烧掉献给上帝，另外一部分分给祭司、利未人他们的生活的需要，第3部分是自己可以带回去使用的，来享受的，跟上帝、跟祭司、跟自己一起来分享你的平安。第3个部分是赎罪或赎过的部分所以我们来看讨上帝的喜悦是什么意思？赞美。献上感恩的话呢，当然是感谢。赎罪、赎过、认罪，所以这样子有没有很清楚旧约的感谢是什么意思？有3个元素在里面：赞美、感谢、认罪。好，所以
这个3个意思跟我们中文的感谢、谢罪还有更新，其实有某种的连结。我觉得，这样子看其实蛮好的哈。我最近从学校毕业以后，以前那个被老师规定要很严谨的写报告的心情哈，已经有一些变化。我发现其实，也是许牧跟教会给我的影响。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世界上，上帝用各种的方式使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当我们在读到一些分析或者是一些见解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成为我的帮助，那有何不可？我觉得用这样子的心情来领受各种文化彼此的激荡，我觉得很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那在新约里面的感谢是什么意思哈？新约刚刚讲，旧约刚刚除了2种翻译哈，感谢、称谢，新约里面比较多，还有用到感恩跟谢恩哈。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看的时候，大概跟感谢相关的翻译会看到这4种。然后它的原文是这个 eucasteo 哈，我大概已经快忘光了，可是看字典都还可以。所以这一个字它是从2个部分结合起来的。前面的这个 you 就是 good 的意思，然后后面的这一个部分是 charisma 可能我们很熟，常常有时候听到哈，是恩惠、恩赐的意思。所以这个感谢合在一起，就是从上帝来的很好的恩惠、很好的恩赐，所以要献上感谢。所以新约是选了这一个字，希腊文的这一个字来当做他们的感谢。那新约里面，在这个感谢在新约整本新约里面出现了大概40-50次哈。可是你们猜猜看是哪一个部分出现最多？在保罗书信。保罗书信有90%的感谢出现在保罗的13封书信里面，里面除了2卷书没有用到这个感谢这个字，其他的11卷书全部用到这个感谢的字形，而且这个感谢的字都出现在我们很熟而且很重要的经文上面。所以保罗他是怎么在使用的这个感谢哈？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读，今天读比较多的经文，让大家来感受我们的信仰前辈保罗他是怎么感谢的啊？我选了7段哈，就是有一个他把感谢跟祷告摆在一起，还有彼此代祷，还有当然为了饮食来祷告，还有为了自己的悔改来祷告，甚至保罗为了宣教的事情他在线上感谢，还有为了教会信徒的成长，保罗线上感谢，还有最后他看到基督，借着基督我们已经得胜，他献上感谢。好，所以我们请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8节，刚刚说这个希腊文是什么？从上帝而来好的恩惠，所以这个感谢、祷告、喜乐是上帝所定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接着我们来念第2段哥林多前书10章30、31节，请。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了上帝而做。好，在初代教会他们有很多的讨论哦，现在也是哦，有些祭拜过的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哈？然后保罗这边告诉我们，凡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所以能够吃能够喝，用感恩的心来领受没有关系。可是为了软弱的弟兄，如果你不吃也很好。所以他在这个感谢，为了日用的饮食感谢以外，他带进了一个什么？自由的概念。上帝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我们不会被这个一些东西捆绑。我们有时候担心这个能吃，这个不能吃，没有关系。在上帝好的恩惠里面，我们凡事都能领受，凡事为了做的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接着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1章11节，请。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好，保罗在这边他周游好多地方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然后常常之后透过书信去鼓励、勉励他们。在这边哥林多后书，他跟这个教会怎么样？谢谢你们用祷告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许多恩典恩惠，因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在这边保罗提醒众教会彼此代祷的功效。就像现在我第一次从讲台后面站出来，我很需要大家的祷告，我好紧张，我的脚里面在抖。可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在为我祷告，所以我得到力量。所以祈祷的力量真的很大，而且不一定是为自己祷告。如果我们能够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别人会感受到因为你的祷告而得到的祝福。好，再来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1章12到14节啊，来，请。我感谢那赐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认为我可信任，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迫害、远离上帝的人，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而且我们的主的恩典格外丰盛，使我在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他在这一段的祷告，在这一段的感谢里面，他是带有认罪跟悔改的。我过去是亵渎、迫害、侮慢上帝的人，但是我现在重新 U-turn， 重新转回向上帝，上帝继续使用我，并且赐给我更多的信心跟爱心，跟这个好的恩惠。保罗在他的感谢里面，也是带有悔改跟认罪的。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章8节，请。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们的上帝，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这一段保罗在感谢什么？保罗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当他看到罗马的教会，他们的信这样子传遍出去的时候，真的跟他的宣教的意向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哇，他好喜乐，他好感谢，他为了这个罗马教会他们在宣教上面的努力，向上帝献上感谢。接着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2到3节，请。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我们的父上帝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因爱心所做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坚韧。有没有觉得好美？保罗透过书信，在跟这些他所建立的教会在交通的时候，他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看到这些教会、这些信徒已经变成门徒了。这些会友变成门徒，因为他们的成长，他们因为有信心，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很美的工；因为他们有爱心，所以他们能够忍受一些劳苦；因为他们有盼望，所以他们存在这么美的坚韧。一样在那个时代是遭受迫害、遭受逼迫的。保罗在这边献上他的感谢，因为他看到有一些教会的信徒变成了门徒。他们在信、望、爱上面都得到成长。最后，今天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死亡的保罗最后要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得胜，而且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赢过了罪。赢过了权势，他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来赎了我们的罪。所以保罗为此献上感谢，而且也献上他自己，像耶稣基督一样，把自己献成活祭，来做我们的榜样哈。所以我们第3段，我们来思考一下，主耶稣基督，他把自己一个从神变成人，来体会我们的痛苦，
来体会我们的软弱，然后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过，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3天后重新复活升天。所以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像保罗、像耶稣一样，把我们的旧我放下，让我们的旧我死去，然后在圣灵里面从头生呢？这个线上活祭很特别，牧师曾经在这个线上活祭做过一些分享。这个活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活出来的，可是这个祭是要死去的。所以我从我们的出生到我们一直到我们的第3个生日，从生到死这个过程当中，线上活又要让某一些东西死去。有时候我在读这个我们的信仰里面的一些教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好奇妙，好特别。我们怎么有办法让这2个看起来是矛盾，是不协调的事情，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某些东西死掉，然后让神重新在我们生命当中一起来活呢？卢云神父有一本书叫做《负伤的治疗者》哈，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封面，因为这本书的封面是一只什么？是一个手，有一个钉痕的手，可是这个钉痕的手，它又充满医治的能力。我不知道大家在现在的家庭，在现在的工作，甚至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受伤。没有人可以避免不用受伤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带着这个受伤的伤痕医治我们。我们有没有办法心存感谢，在信心、在爱心、在盼望里面，虽然我们受伤，虽然我们生命、心灵、身体有很多的疤痕，但是我们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成为一个治疗者，透过让耶稣基督治疗我们，我们带着伤痕，继续去帮助其他需要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过去6年、7年，我们建堂建人的这些意向。我们从爱在关系、陪伴成长、祷告聆听、更深的亲近，一直到研读圣经、落实我们的服事，到认识真理，我们会得到自由；服事人生，我们会享受丰盛，一直到更新转化的见证。接下来嘞，我们要成为门徒，要成为合一，成为宣教的门徒。我不知道当时我们设计的教会怎么会这么漂亮哦！现在有时候这样回来看到我们的教会，然后从下面这样看上去，我会觉得好美好美。上帝赐给我们一个这么棒的意象，赐给我们这么棒的教会。接下来我们需要开始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每一个人开始成为一个门徒，像刚刚保罗为了他所建立的教会，他所传福音的这些信徒，让他们开始真的成为门徒，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看，回想一下我们今天读的东西哈。我们先从一些文化上，我们的谢有感谢，有认罪，有更新的意思。到旧约，这个感谢是带着赞美，是带着感谢，是带着认罪悔改。一直到新约，保罗他透过宣教感谢，为了信徒变成门徒的成长来感谢。所以我们看完这个感谢的意义，我们要怎么样也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与认罪悔改？又或者是今天说到这个活跟死，这个线上活祭，我们怎么样放下我们的老我，从圣灵里面重生？我们怎么样带着伤痕，怎么样同时可以成为一个医治、帮助者？这样是一个非常的奇妙、非常丰盛的恩典。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活祭，献给上帝，献给耶稣基督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在这个感谢的季节里面，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认罪悔改。主，我们在生活在家庭中，我们常常受伤，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医治者，
你用那个受过伤、被钉痕的手来医治我们。主，求你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你的款式，学习你的模样，让我们带着我们的伤痕，勇敢地跨出来，而不是陷在我们的受伤当中说：主啊，我受伤了怎么办？我没有办法跨出去。不，主，你是我们的力量。就算我们受伤，我们就把我们的伤带到你面前，我们相信你会医治。然后我们带着我们这个有你恩典记号的伤痕，我们继续前进，继续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让我们的教会在你的宣教的意象里面，我们真的成为合一的门徒，把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赐给我们的祝福，转化成对这个社区的祝福。主，谢谢你这样子使用。线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我献上生命给你。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升起，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们所唱的主祷告，将自己完全献上，毫无保留放在你的脚前，所有的悔恨，一切的称赞，无论苦与乐，都交托给你。过去的事，将来的事，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我所有希望，我所有计划，全人和全心都交托给你。主，我献上生命。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升起，能成为馨香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一切精力来荣耀你生命。主，我献上一生给你，愿我赞美升起。
心像火祭，我献上生命给你。会众请坐，感恩奉献。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接引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会众请起立。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接引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了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感谢天父上帝，你是配得尊崇与赞美的上帝。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认罪悔改。愿主耶稣你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医治、带领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